正道。咱的上帝是赏赐愿望的上帝，请曾牧师。所听兄姐，愿恁平安。拄接手去长老带咱祈祷的时，有一句话真感动。伊讲，伫阮的身边有个人，因连生活的金钱都有欠缺。所听兄弟姊妹讲，上帝真做咱的帮赞。无论咱拄着什么种的情景，咱的上帝永远是咱的帮赞者。也愿咱存大道的心，为着咱的亲人，为着咱的朋友，为着咱的厝边，亲像手吉长老伊的祈祷。但除了关心咱家己的欠缺需要以外，咱嘛有看见伫咱身边中间有个人连生活落去的金钱，伫即个疫情的过程顶悬就真欠缺。愿主的丰盛的恩典，甲所有欠缺的人三甲地底。也这咱搁一摆要领受上帝话进前，我要邀请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恭敬进入你的圣殿，因为你是施恩惠的上帝。伫这个疫情的中间，阮感谢你，你有保守，互阮今仔日有缘还阁会当伫网络顶悬同心来做敬拜。总是阮也想起伫阮即个社会中间，有个人因伫阮想象袂到的中间有惊吓。愿天父上帝，你伸出你扶持的圣手，加早保护，也互即个疫情渐渐过去。阮深深相信，黑暗暝过了，天光就要临到。主啊，求你将即种噩梦的信心放伫阮礼拜的中间，互阮伫万欠缺的中间，有缘有存深深的信心，互阮用噩梦的信心来听候。伫黑暗暝过了，要有上帝你所赏赐的天光。主伫即个时刻，你的囝儿查某囝自集伫厝内，伫圣殿，阮要恭敬恳求主你的圣神对阮讲话，将主你应允的信息，将你安慰的信息来放伫阮的心中，正做阮的安慰甲帮助。阮恭敬听，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听的姊妹，今仔日我要甲恁分享三个真要紧的祈祷，甲信心的看见。第一，咱的上帝是一个赏赐愿望的上帝。所听的姊妹，无论咱拄着什么种的情景，都爱相信，咱的上帝永远无去杀咱。咱甲咱的心讲，我的上帝是一个赏赐愿望的上帝。第二，伫这段圣经的中间，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咱甲上帝讨迄个更较深的愿望。因为这个世间人的愿望，无拄拄就是耶稣基督所带予世间的福音的愿望，上帝国的愿望。最后，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咱存着信心，勇敢向前，伫愿望的中间来宣告，咱的上帝伫头前一切美妙的陪伴。愿咱伫主的面前，咱恭敬，将咱的心拍开，互圣神来帮助咱。危机、困苦、事实，常常是一个基督徒表现伊信心的机会。伫危机中间，咱常常会当看见，什么人是真正有信心的基督徒，有愿望的基督徒。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危机的中间，咱伫主的面前，咱有缘有咱的信心的坚持。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论伊的信，不在伫伊外交讲道，外交讲圣经的话，更较要紧。一个真正基督徒是伊怎样用伊的生活来见证伊所亲信的。保罗讲：现今所存有信心、有愿望、有真爱。所听兄弟姊妹，基督徒的三个记号就是信心的表现、愿望的表现、甲仁爱的表现。伫情绪的中间，咱的信心永远坚定，无因为情绪，互咱的信心的表现有无共款，违背圣经无好的这种的行为。什么是愿望？愿望就是虽然即时我有艰难困苦，但是我深深相信，我的上帝伫头前来听候我。一个基督徒另外一个记号
就是伫艰难困苦的时，会通甲你的身边的人讲：我还好，你先领受上帝的帮助跟祝福。会通伫艰难困苦的时，会通缩小家己的需要，来看见人的困苦。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来用仰望这个来做咱今仔日的祈祷。咱甲上帝讲：我所有一切仰望是你所想事。阿爸天父，我深深知影，我是你的宝贝的子。愿咱伫主的面前，咱来领受这种的祝福。咱嘛通安尼祈祷讲：主啊，通过今仔日的圣经的帮助，通过今仔日的礼拜，通过我伫你面前恭敬的祈祷，主你赏赐我能力，伫任何情景的中间，拢会当看见上帝你的同在。伫艰难困苦的中间，会当看见仰望。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真做一个积极、乐观、有仰望的人，会当对真侪危机无存惊吓、无存消极的态度。规本的圣经真侪所在，其实拢咧讲起一个主题，就是仰望。仰望是圣经内底、圣经的故事内底真要紧的特质。仰望嘛是上帝。伊为着听伊的人所陪伴，上水的、上界要紧的祝福。所以对圣经中间有真侪故事，我毋知兄弟姊妹对你来讲，你伫圣经中间最吸引你的仰望的故事到底是甚么？出来记是一个真特别的记载，伊咧讲起上帝百姓伫埃及地吐开流目屎，因受吞打最努力。但是上帝出声安尼讲，我实有看见，我实在看见我的百姓，我唔甘伊伫受奴隶的困境的中间来哀叫啼哭。愿天父上帝，互咱看到这个故事了后，咱就马上有一个安慰的信息对启示录来。伊讲我看见新天新地，不过再有啼哭，不过再有流目屎，因为要有对天灵新的耶路撒冷降临伫咱的中间。所听兄弟姊妹，仰望是甚么？今仔日咱所读的旧约的圣经耶利米书29章，这段话真要紧。上帝应允两项事，伊讲我是赏赐平安的上帝。第二，我是伫你末后尾景要赏赐你仰望的上帝。所以，咱来听这句话，耶和华所讲的话，我耶和华安尼甲咱讲。我仰望恁会通知影，我对恁所心内心存的意思。这个心存的意思，伫原文的圣经就是讲，我的计划，我的想法。兄弟姊妹，伫咱抬头仰望，伫上帝面前祈祷时，愿恁听到今仔日的圣经对你讲，所听的经字，将你的困难，将你的需要，将你的情绪来交互我，你静静听。我伫你的生活内底有特别的计划，上帝意念、上帝意思，这个原文的圣经就是上帝伊伫咱头前所备办的计划。咱来用这种的人物来看今仔日的圣经，咱就知影尾景的仰望到底是甚么。尾景的仰望就是咱的人生会哪来哪甘甜，咱对上帝的人生会哪来哪光明。伫少年的时阵无无明。但是上帝予咱的背景是愈来愈好，现在你羡慕这种的祝福吗？阿们。咱每一个人拢仰望，咱信主了后，咱的人生是哪来哪好的人生。所以耶利米来报扬上帝所予咱的鼓励，伊讲恁都爱常常祈祷，因为我要专心听恁的祈祷，找就要互恁拄着，恁若专心找我，我就伫恁的头前，恁嘛要发现。咱的上帝不是干那伫天堂、伫天顶的所在，咱就要发现，咱的上帝真正伫咱的头前。咱目前有困难、艰难、惊吓、阻挡，但是看较远的，上帝伫你我咱的头前来听候咱。所听兄弟姊妹，咱通安尼祈祷，用今仔日这个礼拜的主题，用今仔日所有的圣经，咱伫上帝的面前讲，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亲像青梅通得到看见，就亲像伫迄个西罗亚圣殿西罗亚伫的头前，对少年到年老拢咧讨钱，会去食青梅去食。主耶稣就开伊的目睭，互
互伊看见。所听的姊妹，求圣神开咱的目睭，因为咱做一个基督徒，咱嘛袂当100%超越咱肉体的生命。所以伫肉体的生活中间，咱更较需要就是灵魂的目睭，求天父上帝的神拍开咱的心目，互咱通过今仔日的祈祷甲礼拜，祝福咱有清楚的看见，互咱心内有晓悟的心，互咱能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原来就是盼望的信息。耶稣基督的福音原来就是盼望的信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第一个，咱当心伫今仔日的礼拜，当心的祈祷，就是定心来看见，呼召咱、竞选咱、感动咱，伫伊的面前讲阿门，伫上帝的面前讲主我愿意。这个上帝今仔日嘛甲咱三甲伫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毋是干那伫顺境的中间学乐，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是伫困境的中间永远坚持。耶和华伫我的身边。我要勇敢向前，勇敢壮大。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因为规本的圣经拢是咧讲起盼望的信息。对亚伯拉罕开始，上帝应允伊要去看见老年甲别的所在。所以上帝讲：你看，你所看见的所在，拢是我为你备办。所以听的弟兄们，真的嘛？伫你的人生，这个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感谢你的上帝，伫你的生命，伫你的人生的中间，甲你讲，你眼目看，你所看到的所在，拢是我为你备办。伫圣经中间所有的故事，兄弟姊妹，互你印象上深的，互你上刻薄的，迄个祝福，迄个噩梦的故事，到底是什么种的故事？当然，当你若静静想的时，你会当想到真侪故事，对旧约到新约。对亚伯拉罕到伊的子孙雅各的后裔，以及到摩西，有真侪应允。今仔日牧师就甲恁回想，邀请恁来回想一个故事，就是当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来到约旦河边，伫因经过40年的备办，时间已经到，因已经终于能够进入迄个迦南地。所以摩西就差遣12个支派，每一个代表去看迦南地。迄个故事，我相信恁拢真熟。12个去看迦南地的以色列的代表，倒来了后，10个讲负面的信息，讲假使人唔通去，因为迦南地的人高强大汉，因看到的就是危险，因看到的就是阻挡。但是独只有约书亚甲迦勒。因讲一句真水的话，伊讲，迄个所在是极水无比，老年甲别的所在。所听的姊妹，信心互人看见盼望，小信的人拢看见阻挡困难。愿天父上帝祝福在座兄弟姊妹，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讲，主啊，你开阔我的信心，互我无论拄着心中的情境，我拢宣告，我的上帝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我的上帝就是享受盼望的上帝。愿圣经中间所有的应允的故事，伫今仔日的礼拜，一篇甲一篇，就亲像今仔咱所唱的这条圣诗讲，我真爱讲这故事，我真爱讲这故事。所听兄弟姊妹，圣经有真侪美妙的故事，天顶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若无真侪咱的故事，伊就毋是真的。咱要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讲。你是一个早伫地、今仔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的上帝。你所成就恶魔的故事，今仔日要临到阮这个卑微的家族。耶稣学生军队伊嘛半信半疑、模糊无明，所以彼得讲一句真水的话，真实在、真重要的话。昨咱的查经班因为受阻挡，咱伫网络顶悬无法度做伙查经。但是昨个查经的圣经是一个真要紧，迄个圣经咧讲起耶稣基督就是一个生命的享受的人，耶稣就是享受人愿望、享受人活命的主耶稣。伫一段圣经中间，马太、马可、路加拢有讲到，但是马太听到一句，路加甲马可无听到的话，就是今仔日牧师用伫这个投影片的顶悬。
彼得问耶稣讲：我已经放了一切来跟对你，将来我要得到什么？我已经放了一切来跟对你的将来，我要得到什么？虽然彼得甲耶稣咧讲话，这段故事顶悬这个马太、路加拢看见，但是伫这个三个福音书中间，独只有马太有听见，因为这句话深深吸引着马太。马太想讲，我的兄弟彼得为什么问耶稣这句话？我将来要得到什么？这就是一个噩梦的问题。所听的姊妹，咱进入教会，咱同齐做基督徒，在咱的人生中间，咱期待得到什么？马可无讲，检查是因为彼得甲马可讲，这句唔免写，你知就好。路加嘛无讲，因拢讲去为着上帝放了一切的人。兄弟姊妹，恁敢有想要知影这个答案吗？恁家己对看这段的圣经。当彼得问耶稣这句话时，到底耶稣安怎回答伊？伫马太福音有讲到这个问题，但是无讲到这个答案。但是足有意思，马可无讲到这个问题，无讲到尾啊这个疑问，但是马可有讲到答案。路加嘛有讲到这个答案。耶稣讲：既然有人为着我为着福音，为着上帝国，放了一切来跟对我的人，因要伫今生得百倍，伫将来得永远。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主耶稣伊实实应允噩梦的信息。原咱知影，噩梦其实就是福音，福音其实就是咧讲起噩梦。所以，当咱读圣经的时，咱也看到迄个互咱欣赏的美妙祝福，咱对心中就甲上帝大大个讨。咱讲，主啊，互我真侪真实的基督徒，互我真侪天公仔囝，互我真侪你手中恩典的记号，伫上帝的帮助中间，互圣经真侪你甲我咱的噩梦。兄弟姊妹，你嘛常常为着你的囡仔来祈祷，愿天父上帝祝福你。愿天父上帝开你的目睭，互你对细汉到大汉，永远看见上帝就是咱的家族的帮助。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主的面前，互这句话成做咱的鼓励，常常祈祷，常常祈祷，常常祈祷。今仔日圣经，无论是耶利米书无论是新约保罗所讲的这个教示，拢有关着祈祷。愿咱伫主的面前，伫困境祈祷，伫顺境也祈祷。愿咱知影，今仔日的圣经甲咱讲，我对恁的意思就是享受平安以及未竟的噩梦。这就是上帝的心意，这就是上帝的计划。所听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末后有噩梦。咱不是干那今仔日有噩梦，咱是将来嘛有噩梦。所以耶稣讲：今生来世，伫今仔日我有什么？我失去这个世间，但是我有真实的财富。我伫将来上帝的天堂，不是将来尔，伫今生伫来世，拢是丰盛的。所以上帝国不是将来死了后上天堂，上帝国是今仔日开始，咱就应验经历。咱的上帝是一个享受噩梦的上帝。所以伫今仔日的圣经中间，等一个咱读到恁就会发现，保罗是一个亲像一个细汉囡仔，伊看到上帝的权能的时，伊讲出两句真水的话。伊讲：我的上帝的权能何等浩大，伊的享受何等丰盛。所听兄弟姊妹，咱的上帝是一个何等伟大的上帝。伫个手中敢有欠缺吗？愿咱会当经历伊所讲的信息，遥我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伊的信息到万世代。愿咱伫今仔日，咱读以有所书的时，诚做恁的帮助。愿咱今仔日将这段圣经背起来，记伫你的人生中间，常常思考。因这段圣经中间咧讲起，你若认捌上帝了后，你要得到4种真要紧的智慧。咱若将这段圣经真正甲读，你就会发现，伫这个所在，保罗为着兄弟姊妹祈祷，就是求圣神开因的目睭，开咱的目睭，互咱真正做一个看见上帝、认捌上帝的基督徒。所以，和本的圣经讲，使你们真知道上帝。
白话圣经互恁讲，互咱就认捌咱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愿圣神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互咱无搁再做青迷的人。咱真正当知影讲，咱今仔日所咧敬拜的上帝，毋是干那传说的上帝，是一个真国活，毋是别人的上帝，是咱个人的上帝。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的心目向上帝。所以保罗伫这段短短的40个经文中间讲，圣神就要开恁的目睭，互恁看见愿望，互恁看见上帝的祝福产业，互恁看见上帝所享受尊贵的画面，互恁看见上帝的权能。这段圣经中间咧讲起，属灵的智慧，互人看见4项。第一，看见愿望。虽然我暂时无，但是我知影时间若到，我会需要，上帝就开门，上帝就陪伴。所以上帝调咱来军队伊，耶稣基督邀请彼得因来军队伊。所以彼得讲：我对你啊，我已经放了一切来军队你啊，那安尼我将来要得到生命。保罗讲，伊要看见上帝伫这条十字架道路顶端所有备，无人会当夺取真实的愿望。第二，要看见上帝伫咱人生中间所享受的产业。有一礼拜问我一个问题，讲爸爸，你60几岁人生中间，你有感觉你的生命中间敢有遗憾？我毋是甲恁臭屁，所以啊，你今晚我要甲恁真实的分享，上帝对我的疼，对我做细汉囡仔到今仔日，我真正感觉我的生命中间没有遗憾。我的上帝所享受我的产业是一个满足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打肿脸充胖子。咱若是上帝稳定的中间，咱就知影，上帝所陪伴咱的，毋是名声、地位、荣华富贵。上帝所享受咱的是一个尊贵的画面，满足的喜乐。兄弟姊妹，咱拢做学生，牧师甲恁做伙，咱伫这条真理的道路顶端，咱彼此同齐做伙来做学习。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互恁知影。尊贵的画面是什么？最后保罗讲何等的浩大，上帝的权能。白话的圣经讲，互恁搁知上帝的权能伫信的人中间大到怎样，大到怎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心中的上帝是有能力的上帝吗？还是无能力的上帝？咱的上帝毋是伫咱困境的中间无讲话的上帝，亲像迄个土所做的偶像、土翁啊、泥菩萨，毋是。所听兄弟姊妹，咱的上帝，伊暂时无做工，毋是代表伊无关心咱。上帝有伊的事，伫天后中间，咱要得到。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咱知影，愿望是上帝必然的享受，因为对圣经的旧约到新约。愿望是整个圣经中间咧讲的一个真要紧的主题。虽然圣经中间有讲到真多的诫命，有真多的真理智慧，但是所有的人甲上帝的关系，拢脱离袂开愿望这个主题。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用新的眼光读圣经，咱就要看见对旧约到新约，原来耶稣基督所讲的福音就是愿望。咱去回想所有耶稣所做的代志，发生伫福音书内底的故事，青梅看去，摆街行，太过得到洗清迄个无尊严的人，因怎样伫耶稣基督的尊重的中间，因才知影原来尊贵的画面是遮尔甘甜。所以弟兄姊妹，别人的故事无一定会当成做咱的故事，但是信心的目睭就要互这个故事变做咱人生愿望的记号。愿咱伫天父上帝祝福的内底，伫今仔日的礼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祝福所听的兄弟姊妹，圣神为恁拍开恁目睭前迄个塌崖甲阻挡，就亲像摩西举手，红海为着因来开。所以兄弟姊妹，毋是牧师的权能，是因为这种的应允是上帝家己的应允。上帝爱咱进入应允的迦南地，愿咱有愿望、有产业、有阳光。保罗为着伊的兄弟姊妹所做的祈祷，
上帝予恁真正认捌伊，圣神开恁的目睭，恁就要看见噩梦。噩梦就是上帝伫头前所无比的祝福。所以兄弟姊妹，伫困境的中间忍耐，伫困境的中间忍耐，因为黑暗暝若过，就要天光；黑暗过后必有光明。所以兄弟姊妹，因为主要上帝讲，没有光就有光，这就是噩梦。第二，上帝要互咱伫伊的面前来领受属天的产业。咱踮伫这个世间，但是咱无属这个世间。咱踮伫这个世间，咱嘛有正清营的需要，但是有一项物件比正清营更加重要。所以噩梦有深有浅，所以噩梦有浅的噩梦，有深度的噩梦。所听兄弟姊妹，咱一生所咧追求的噩梦，是干那正清营吗？希伯来书讲，上帝为了咱所必办的，是更美的事，更美的应许，更美的盼望，更美的事。这就是今仔日的礼拜，咱要同齐问圣神讲：圣神啊，上帝所要赏赐我的，更较水的事，更较水的人生是什么？咱若是粗浅的父母，咱的囡仔目睭眼光嘛粗浅，但是咱有属灵的眼光，咱就要让咱的囡仔在咱粗浅的人生顶端看见上帝所准备迄个目睭袂捌看，耳孔袂捌听，连想象嘛想象袂到。兄弟姊妹，更较水的噩梦，咱人生中间更较重要的代志。咱的人生的尽头，耶稣讲。你只有欠一项事，所以兄弟姊妹，你敢有确定你已经完全知影你的人生事吗？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伫上帝面前来领受这个极大无比的权柄。所以，当保罗经历到主耶稣的拯救了后，伊就深深知影，无任何的人会当代替主耶稣成做伊的拯救者。所以保罗讲，除了伊以外，无想赐别个。真侪我的救主，伊权能极大，稳定何等的丰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开始进入一个经历的人生，是一个信靠经历的人生。愿约伯的祈祷，真做咱的帮助。今仔日的祈祷，约伯的祈祷讲：上帝啊，愿我心所祈求的，愿上帝你照安尼来享受。愿我所得到，我所祈求的，我会通得到。兄弟，今仔日礼拜了后，你要甲上帝讨什么？愿咱静静想好，因为上帝咧听候咱祈祷。愿咱伫伊的面前，咱知影人生的噩梦，有真负天的噩梦，嘛有一个天国的噩梦。负天的噩梦就是我的需要，我需要正清营。人有真多需要，但这个需要永远无满足。然后欲望，然后情绪，咱若活伫这种的噩梦，真可笑。上帝所授予咱的噩梦，就亲像耶稣，伊回答是彼得无法度明白的。伫今生得百倍，伫来世得永活，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上帝方式的画面，临到伫一个丧丧的家族，上帝所授予的尊贵的画面。临到伫一个青迷无智慧的人的中间，真理要开人的目睭，互人对心中看见更较水的事。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祝福咱在座咱兄弟姊妹恁的囡仔，愿恁的囡仔比恁更较优秀，愿恁的囡仔比恁更较肯定看见上帝荣耀。咱要甲上帝讲，上帝我感谢你。虽然我遮尔平凡，对你的认捌无够，但是你提升我的囝儿，互因进入你的怀抱。所以弟兄姊妹，希伯来书甲彼得前书拢有讲到这个有关着噩梦的这字眼。彼得前书伊讲起上帝所赏赐一个活活的噩梦，毋是虚假，前是用耳孔听的，但是即摆是用亲目睭看。所以彼得讲活泼的盼望，这个活泼这个字是活跳跳的意思，就是活的，是真的，不是抽象的，不是白纸小黑字。
希伯来书所讲，上帝为着听伊的人避办，上帝嘛为着兄弟姊妹为你避办，你相信吗？我咱伸出双手，咱甲主祷讲，主啊，今仔日牧师带阮读的这段圣经讲，伫我的人生中间，要有更较水的事，更较水的愿望。主，你想说我，所听的姊妹静静伫祈祷中间，你问上帝，上帝伫我的人生中间，你有什么种的计划？上帝伫我的人生中间，你有什么种的备办？上帝伫我的人生中间，你有什么特别的差遣？主求你，互我承受你的差遣。伫你的计划中间，我要参与你的荣耀。愿天父上帝，互你的囡仔来完成你所无完成、更较伟大的事。愿天父上帝，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进入伊的面前，最后咱要讲阿门进前，咱甲上帝讲，我要永远存信心、愿望甲仁爱，勇敢向前行。保罗讲，现今所存有信。有愿望，有真爱。信就是相信过去最真最奇妙大事的上帝。我信伊今仔日有愿要安尼做。愿望是什么？愿望是今仔日上帝也要伫我人生中间完成伊的计划，但是我知伊伫我的生命中间有特别的计划。仁爱是什么？仁爱就是我一生中间要享受上帝的疼。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人面的中间，祝福咱永远活伫迄个满足的主爱的内底。所听的姊妹，咱的上帝是一个想事愿望的上帝，阿门吗？咱的上帝是一个想事愿望的上帝，咱就紧紧伸出双手，带你的囡仔全家归来，伫上帝的面前用敬虔的心甲主祷讲：主啊，想事愿你为阮所备办。更较水的事，更较水的愿望。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咱嘛求天父上帝用伊的权能来引带咱。因为咱的上帝是一个伟大的上帝，伊毋是土王啊所做的偶像，伊毋是一个正经袂过讲话的上帝。咱的上帝是伫咱患难中做咱及时的帮助的上帝。上帝无马上出手，检查有上帝伊奥妙的意思。伊要锻炼咱，伫患难中间生出愿望，愿望生出老练。所听的姊妹，愿咱静静听候。愿望就是有信心的听候。愿咱伫天父上帝来用信心的目睭来看头前，咱伫愿望的中间来向前。所以，姊妹最后结论，咱要同齐来建立一个有信心的生命。伫开始。咱的反省讲起，基督徒伫患难中就会当看见伊是真的啊假。信心伫患难中间就要看见伊是诚实也无诚实。原来伫主的面前，咱甲主讲：主啊，我的信无够，求你帮助我。我的信无够，求你帮助我。危机毋免惊，因为伊就是锻炼咱真侪老练的基督徒。危机毋免惊。因为伫尽头，上帝要为咱开门，所以咱拢会记住一句话讲：人甲咱关起来的门，但是上帝要为了咱开另外一个门。愿天父上帝，互你甲我，咱真做一个常常讲愿望的话的基督徒，毋是伫这个危机的中间熬熬念的人。因为这个世代中间有两种人，一种当危机临到的时阵，伊就讲东讲西熬熬念。拢是永远是别人的欠亏，永远拢是别人的唔对。但是真正有愿望的人，伊常常拢咧传愿望的信息。所听的姊妹，今仔日罗马书咱的经部，伊讲伫愿望中就爱喜乐。伊另外一种的翻译的意思，就是讲伫愿望的中间唔当早早念、熬熬念。伫愿望的中间就爱喜乐。就是当我拄着艰难的时阵，我更加应该爱抬头挺胸。伫患难中就爱忍耐。虽然上帝计划无马上就瞬间就做这个瞬间就做，互咱得到讨棒，但是伫患难中爱常存忍耐、迫切祈祷。所以的姊妹，基督徒三个生活的真要紧的态度。
伫恶梦中间爱喜乐，伫患难中间爱吞忍，都爱常常迫切祈祷。愿天父上帝圣神，甲你三甲地地，咱同心来祈祷。所听的姊妹，保罗讲，伫恶梦中间向前行。哥林多前书9章第10节，存着指望去耕种与收割，这是保罗所想述予咱今仔日的祝福。伫盼望中向前走，伫恶梦中间向前行，咱做伙伫主的面前来领受。主愿伫你的面前伸出阮的双手，恳求主你赏赐。愿为着所有阮的兄弟姊妹来恳求主你。伫阮敬拜你的时，你将信心、愿望甲真爱放伫阮的双手，互阮领受上帝你所赏赐阮新的活命、新的开展。主，阮嘛伸出双手，为着阮的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伫这段时间，阮无多相见面，所以阮检查无看到阮中间。阮的兄弟姊妹，因伫生活中间的艰难甲困苦，所听的姊妹，但是你所听的天父上帝，但是你有看见。虽然我毋知阮的兄弟姊妹轻重，我毋知因的困难，但是阿爸天父你知因的艰难甲困苦，我要举起双手为因来祈祷，愿天父上帝帮助因，将这个恶梦。放伫因的心内，刺激因的目屎，互因知影上帝你所备办新的愿望伫头前咧听候因。亲爱的天父上帝，阮嘛为着阮有亲人朋友因所拄着困境的，阮要恳求天父上帝你用你的怜悯，用你的温慈来陪伴因，互因知因无孤单。阮将台湾。这个土地交伫你的手中，阮知影上帝你咧看顾守，有真侪疫情会扩大，但是上帝你互阮台湾有得到保守，阮伫你的面前期待无久的将来，这个门会拍开，人甲人中间无搁再有隔断，阮要行出解封的日子。愿天父上帝你圣别台湾这个土地甲这个国家。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用这个时光互相来请安。咱伫少年的中间，咱继续为着咱兄弟姊妹彼此来代祷，耶稣听你。所听的姊妹，咱用这条时光，个人伫主耶稣基督的主爱。耶稣听你，耶稣听你，伫你相咱的主甲咱讲。我的囝儿毋免惊，我甲恁三甲地地。有我会听恁就够了，无任何的困难会当隔断上帝对你的疼。伫咱生活中间所拄着的欠缺。除非互咱亲像伫迄个饥荒的寡妇，上帝要互伊的油饭，互伊的米粉无欠缺。愿咱伫主的面前承受对天灵来的开力。
恳求天父上帝你特别保守阮兄弟姊妹中间因拄着困难的家庭。你是摇花屹立的上帝，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求你保守阮所有兄弟姊妹。咱进入光明的国度。所听呀，这耶稣听你。